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6月11日。經文哥林多前書14章26至40節。使徒保羅指出，哥林多信徒聚會時，凡事都應該要造就人，並且按次序而行。講方言嘅人，只要有人翻方言，才可以兩三個依次序講。先知講道，信徒當加以分辨。保羅喺書信中提醒並警戒，不可自以為是係先知或屬靈嘅，而唔承認保羅所寫嘅教導同埋規範，就係藐視主嘅命令。今日亦都有極少數嘅基督徒自以為係先知同埋屬靈嘅，佢哋既藐視牧者嘅教導，甚至唔睇重同埋忽略咗聖經嘅教導，並自命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。縱然佢哋並唔會成為異端邪教，但係佢哋咁嘅行為已經成為教會嘅絆腳石。所以在基督裏，若有任何勸勉，若有任何愛心的安慰，若有任何聖靈的團契，若有任何慈悲憐憫，你們就要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致的心思，一致的想法，使我的喜樂得以滿足。凡事不可自私自利，不可貪圖虛榮，只要心存謙卑。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腓立比書2章1至4節。阿們。